嗱，你找到了你欠缺的東西了嗎？比古清十郎啊，去吧，盡全力去尋找你嘅夢想啊！我呢個真係唔識。妄想女神啊嘛 ，Jo， 呢個點會唔記得啊 ？Jo，你有佢啦！在座咁多位，有邊個對女神仲有妄想啊？Hi 阿 Jo， Hi 阿 Mon， 咁啱嘅。想知係乜嘢？靜靜地欣賞下。好似有啲嘢喎，講唔出。你做咩啊？應該留翻之後睇翻咯。有時啲嘢要用心去感受，而且而家博物館免費開放，隨時翻嚟睇過都得。